夜广，生日快乐！夜广看到谁？偷笑。夜广，你准备好了哈？好，来，等我一下哦。同学们也准备好了，来，这样准备。笑得那么开心。气氛很好，气氛很好。夜广不要太笑，谢谢。身体很诚实哈。跟我在一起，夜光，好，跟我在一起，好，哇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没有职业道德，好不好？对。什么？哎，夜广，换夜广吗？记得换夜广，夜广。干嘛啦？哪位啊？还蛮漂亮的，对吧？而且很细，有点欧美的感觉，不错，我的菜。太紧了啦！哦，好，不是技术很好，技术不是很好，挂不起。不是，我会很久，像我对你我不会，知道，超好笑，要强调一下，都可以当你们妈了。这是一个身体功能。当你很想比右边的时候，你会自然把人往那边带。对。右转，右转，因为我觉得被你看到，右转，因为他是你创音。就笑，可这两个好笑啊！穿同一件外套。对，搞得像在一起一样。其实我跟。慢慢靠近 ，In the sky can rain， 你拉近我和你的距离，就只为你唱，不断重复。我是秦佳，在 Chapter 里面是什么？唱。这是我的麦克风。我是贝斯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鼓手 Iris。你是全台湾最漂亮的鼓手，不要说全台湾，好像有点夸大了。宇宙吧，开玩笑啦，北台湾就好。我小屁孩，介绍一下自己，我是阿钱，健康的健。今天属于一个sexy boy， 你看我的太差到这个叫什么？内裤。所以老师帮我看一下，你要秀你的手臂。还是手排骨没有办法。那阿健呢？我没有办法比那个他太粗了，太粗。我现在都藏起来。你没有在练。稍微。认真的。他想要你拍他胸了。逆风飞行，看最美的风景。Yeah， 慢慢靠近 ，Let's not think can be， 你决定，我和你的续集就只为你唱。